超越頭條，解構新聞大事，時事焦點。歡迎大家收聽時事焦點，我係馮海欣。最近喺串流平台 Netflix 播出嘅英國劇《Adolescence》，中文譯名係《混沌少年時》。呢一套雖然只係一出4集嘅劇集，但係就令到加拿大嘅 CBC、CTV、美國嘅 CNN、澳洲嘅 ABC、英國嘅傳媒都有報導，連英國首相施紀賢都話支持喺學校播放。點解會令到傳媒同埋政治人物都關注呢？因為呢一套劇唔單止係講緊一個少年，仲係探討緊多個社會議題。英國衛報報導，2021年喺英國嘅利物浦，一名14歲嘅少年持利器插死一個12歲嘅少女。2年之後嘅2023年，一個17歲嘅少年就用廚房刀襲擊一個15歲嘅少女。可能你會話呢啲案件都發生喺英國，又關我哋喺加拿大咩事呢？咁又唔好咁講。仲記唔記得2018年多倫多 Yonge Finch 一名25歲嘅男子駕駛小型貨車鏟上行人路，撞死最少10個人，有15個人受傷嘅襲擊案。BBC 嘅報道話，案中嘅25歲男子就形容自己係 incel， 譯作非自願單身。佢接受警方問話嘅時候就形容自己點樣被女性拒絕，而 incel 就引發佢嘅殺人行為。呢一種嘅諗法令到受影響嘅男性覺得冇女性會中意自己，覺得自己係喺非自願嘅情況底下被逼單身，將處境就怪罪喺女性身上，產生咗仇恨嘅諗法。有啲仲會做出傷害他人嘅行為。而呢一套劇《混沌少年時》就有探討 incel 究竟係啲乜嘢。英國衛報就話呢一套劇講述一名13歲嘅少年，每日放學返屋企就直接上樓入房閂門，用幾個鐘頭嘅時間對住部電腦留喺房裏面。家長仲以為係好安全，但係原來呢一位嘅少年男主角喺房裏面接觸到嘅網絡世界會令到佢嘅思想變得激進。由於外表睇唔出，所以父母都察覺唔到，直至到有一朝警察嚟拉人，先至知道外表溫順嘅仔原來被控殺害女同學。所以英國衛報話，成年人會教下一代點樣過馬路，同埋唔好同陌生人講嘢，但係就好少會教下一代點樣上網。成年人以為青少年喺度做緊功課，其實佢哋可能係睇緊色情網。報道話呢一套劇喺街頭嘅角度係講緊持刀襲擊，不過喺文化嘅角度就講緊網絡欺凌、社交媒體嘅惡意中傷，同埋男童面對嘅壓力。佢哋所誤解嘅男性形象，網絡鼓吹嘅厭惡女性思想，呢一切對時下嘅少年嚟講都係無可避免。可能你會話以前嘅少年都係通街跑、睇暴力漫畫、打機，又唔見出咁大件事，點解出現咗手提電話，再加上上網咁容易，就會變得特別危險呢？問過精神科醫生，佢話有冇諗過機不離身，手提電話就好似層皮咁樣，已經成為咗身體嘅一部分，連去洗手間都會拎住。所以有啲人，尤其係青少年，係冇辦法可以同步手機可以切割，而呢一個嘅手提電話係可以令到人對別人嘅生命變得麻木，就算對方流血都會變得冇感覺，亦都會令到同理心大減。因為有精神科醫生提出咗呢個睇法，就令到我好想探討下呢一個議題。因為思想受到荼毒嘅青少年，佢哋所面對嘅難題唔會因為特朗普嘅關稅獲得解決而消失。就算冇咗特朗普嘅關稅，青少年今時今日所面對嘅壓力依然存在。係咪講得太誇張呢？今日請嚟有接觸青少年工作嘅安省註冊社工朱希正，同佢傾下同探討一下。嗰個劇裏邊咧帶到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因為首先咧嗰個年輕人咧就13歲，咁其實歲數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情況，我哋要去睇嘅。每一個小朋友由年輕人去到青年人裏邊咧都有一個經歷喺度。我諗大家記得咧，如果細個咧嗰陣時，我哋好多時會有一啲去幻想中，我哋叫 fantasy 去玩嘅。女仔可能玩煮飯仔，男仔咧就會去扮呢個hero 啊，扮超人啊咁樣。咁其實咧每
媒體裏邊嗰個嘅影響咧係一個好大嘅。尤其是咧，我哋當佢漸漸長大嗰時咧，開始會諗翻啊，究竟我哋幻想中嘅世界同埋現實中嘅世界點樣去分別呢？但係其實缺一不可嘅喎，因為你細個如果冇呢啲咁嘅模式咁樣去學習，亦都好難去明白到大個係點樣樣。咁但係咧，你慢慢大個嗰陣時咧，就開始咧要將呢兩樣嘢去點樣樣去分隔開。咁而年輕人裏邊咧，就係喺個轉界點裏邊，每個都唔同。究竟呢個分隔開嗰陣時點樣可以做得到？會唔會脫離咗現實呢？或者現實同埋佢平時接觸嘅媒體又會點樣樣有分別呢？咁其實咧，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議題咧。我覺得我睇緊嗰時咧，可以去諗一諗或者去睇一睇嘅。呢套劇播咗出街之後咧，都有一啲唔同嘅專家去分析啊，有心理啊，有精神啊，佢哋都有講到咧話，網絡嘅世界如果太沉溺嘅話咧，係會對暴力變得麻木嘅。咁係真嘅咩？因為你打人係痛㗎喎，照計你想象到㗎喎。小朋友大個嗰陣時咧，我會覺得會好似一棵樹咁樣。你一棵樹咧生出嚟咧，嗰個 branch 嗰個樹枝向咗一個方向嗰陣時咧，唔係話唔可以向其他方向，不過就會有個影響喺度。我哋點樣樣咧可以喺當中咧睇到嗰個影響，同埋咧每個小朋友嗰個性格都係會有唔同啊。我記得咧，我以前咧做一啲 group homes 啊，或者喺個懲教上面，好多時咧小朋友喺呢方面咧就慢慢對暴力咧會有一個唔同嘅睇見，或者去接觸得多嗰陣時咧，會有一個影響喺度。咁佢嘅性格亦都幫助咗去向唔同嗰個發展喺度。我哋點樣可以喺當中咧，去慢慢去培養得到，或者我亦都唔會講話去咗一個方向就唔可以向翻另外一個方向。但係咧需要用嘅力量咧就會有唔同，因為嗰個方向已經定咗向一方面。有時咧會睇一啲喺懲教裏邊嘅小朋友或者年輕人咧，可能佢開頭咧會傷害一啲細啲嘅小動物，跟住咧可能啲大啲嘅動物，或者會慢慢個麻木咧，對於開始會接觸嘅媒體，可能會對佢影響更加會大，亦都心理健康會有影響啦。佢個 mental health 究竟佢會唔會有一啲唔同嘅方式睇唔到其他嘅方式，可能佢睇到自己多啲，未必對其他人 empathy 啊，或者對其他人個敏銳性咧係會減弱咗嘅。你提到 empathy 呢樣嘢咧，其實就係有一啲嘅心理學家嘅評論文章有講到話，嗰個網絡虛擬世界咧係好難鍛鍊到人有嗰種嘅同理心啊，亦都好難令到啲青少年咧同人建立一個真正嘅關係。咁即係其實日日咧好似喺度同人溝通緊，但係其實又唔係同人哋建立緊。咁呢樣嘢都幾矛盾喎。係啊，有時都會好矛盾，因為始終同理心咧，其實咧係需要去訓練嘅。即係我會覺得咧，由細到大咧，開始慢慢去將小朋友咧訓練啊，究竟同理心係點樣樣？我記得咧，好多時細個嗰時咧，小朋友都係自我中心多啲嘅，但係大個咗嗰時咧，就開始睇到啊，原來身邊我哋要理解到身邊嘅朋友嘅需要，或者我哋家長裏邊佢有唔同嘅諗法。咁其實咧，呢個都係一個鍛鍊嚟嘅，唔係淨係喺學校裏邊。所以我成日咧都會同啲家長啊，或者去傾，會唔會有機會咧去接觸到唔同嘅群體，或者唔同嘅地方，佢會唔會中意踢波嘅，會唔會中意搞音樂嘅，或者中意藝術嗰方面嘅？意思到每一個 group 裏邊咧，其實就俾一個機會去接觸到多啲嘅人，唔同嘅人咧可以去鍛鍊到同理心咁樣。咁即係機器就取代唔到人與人之間嗰種嘅關係。嗰套劇裏邊咧，其中帶出一個點，就好多人去討論咧，就係原來啲家長咧以為個仔女日日放學翻嚟，即係閂埋門啦，喺間房裏邊，以為佢好安全啦，因為佢唔喺個街度周圍走啊，又冇嘢事啊咁。但係原來佢一啲嘅極端嘅諗法，就係喺嗰間房嗰度孕育出嚟嘅咁。咁喺個劇裏邊咧，就有講到 incel 呢樣嘢啦，即係男仔冇女仔中意自己啊，咁咧就被逼單身，其實係嗰個男仔自己覺得嘅啫，即係唔係話佢嘅將來一定冇女仔中意自己啊，即係佢自己個心態係咁啦，所以覺得冇伴侶啦，咁啊對女性咧會產生一種嘅憤怒。其實呢種情況普唔普遍嘅咧？因為早幾年喺 Young and Finch 咧嗰個嘅疑犯啊，駕駛嗰架小型貨車撞上個行人路度撞死人，其實都涉及到 incel 呢樣嘢。你接觸嘅裏邊係唔係真係咁普遍啊？
我相信咧，之前都有呢啲唔同嗰個嘅研究去睇，究竟睇一睇呢個模式係點樣樣啊？例如2022年咧，我哋加拿大嘅政府咧都做過一啲嘅研究，究竟點樣樣可以去接觸到，點樣我哋 policy 上面、政策上面可以去做得更加之好。好特別嘅喺美國咧，其中一個調查啦，佢大概有500幾人去回應翻嘅。咁究竟喺呢個 group 裏邊有佢哋估計有幾大咧？佢咧就話有100,000，即係10萬左右，咁其實都係估計嘅啫。咁但係其實當中裏邊點樣樣，佢哋嘅需要會係點樣呢？大部分呢都係啲年輕啲嘅18至30歲，大概去嗰個 respond 嘅咧有82%。有一樣我都留意到咧，喺嗰個嘅研究裏邊咧，好多咧佢都有心理健康裏邊嘅問題嘅，無論抑鬱啊或者焦慮啊各方面咧，佢哋都會有一啲咁嘅狀況出嚟。同埋咧，佢哋好多時咧就會去咗無助感啊，嗰個無助感係好大，覺得啊究竟我點樣樣可以處理到個無助感呢？而呢一個咁嘅組織裏邊咧，佢哋通常有一啲 online 嘅一個網上裏邊可以去接觸到，大家有唔同嘅傾偈啊，裏邊去做，會唔會一定去到暴力嘅情況呢？咁當然咧，通常都係好少部分會去到一個咁嘅情況，但係咧好多時大部分咧，佢哋都有一個歷史上面咧就俾人欺凌過啦，或者喺一個較為細嘅 middle school 初中啊或者高中裏邊都有經歷過呢啲不愉快嘅一啲嘅經歷，去開始咧去覺得我點樣樣可以處理呢啲嘅無助感呢？點樣樣我哋可以由細個開始去察覺到會唔會有啲咁嘅問題，我哋需要去處理嘅。即係由細個開始啊，咁男仔女仔各自有唔同嘅壓力啦。呢套戲裏邊咧就好強調，原來即係作為一個男仔，咁都係有一種壓力喺度㗎，係咪咧？我會覺得即係嗰個自尊心咧，其中一方面咧，嗰個壓力喺度，究竟佢自己對於自己個睇法會係點樣？好多時咧，我哋由小朋友去到大人嗰陣時咧，我哋嗰個自尊心或者我哋對自己嗰個定型咧，就慢慢喺度去接觸點樣去長大。我哋唔能夠去阻礙到外來嘅因素，可能學校會有一啲唔同欺凌嘅情況，可能會發生咗佢哋身上。但係我哋當中點樣可以去有嗰個渠道，大家可以去傾偈得到，以至到佢嗰個自我嗰個發展咧係合適嘅。咁頭先你講到咧點樣，有時佢哋會鎖咗自己喺個房間裏邊。我諗其實呢個咧係一個進程嚟嘅。我唔相信咧一個好細嘅小朋友一開始就鎖咗喺自己房間裏邊嘅。咁究竟我哋做父母嘅點樣可以去幫得到呢啲嘅年輕人佢嘅成長裏邊？我會覺得咧喺一個漸進嘅過程裏邊，我哋父母要去留意。我自己咧都係一個有做 foster parents 嘅之前一個寄養父母，咁好多時咧佢裏邊亦都會提嘅一樣嘢咧，或者我哋同年輕人去處理嘅咧，就係當我哋去加一啲嘅 device， 其中一樣嘢我去諗會加一樣嘢嗰陣時，會唔會有啲嘅 alternative 或者其他去做咧？例如咧會唔會 instead of 我哋買一個 laptop 買一個 tablet， 會唔會其實一個桌上嘅電腦可以放喺屋企裏邊，或者會唔會 instead of 一個用呢個 tablet 可以用電視大家一齊去傾偈一齊去睇，究竟去接觸嘅媒體會係啲乜嘢？點樣可以大家有一啲共同嘅話題或者共同嘅方式咧？就算係玩遊戲機啊，或者睇一啲嘅節目啊，可以一齊可以有啲傾偈，有啲嗰個去互相嘅認識。我哋家長可以去認識到佢個世界會點樣，或者我哋會唔會可以將一啲嘅時間出嚟，唔係即係鎖咗自己嘅房間，反而係一個 group 一個家庭可以一齊。你頭先咧有講到欺凌啦，咁喺個劇裏邊咧，其實真係個欺凌都好似好嚴重咁嘅喎，即係有陣時行過又將嚿垃圾抌落去個同學嗰度啊，咁佢又唔出聲嘅喎，咁又攞嗰嚿垃圾去掉咗佢咁，係咪真係咁普遍嘅咧？我相信咧係嗰個免疫嘅能力啊，即係小朋友點樣樣去學習點樣樣去處理呢啲咁嘅情況，所以我覺得今日咧其實好好，我哋將欺凌咧放咗去台面啊，下點樣去做？我記得咧細個嗰陣時咧，我女咧嗰啲學生咧會同我講，哇，有時咧你要俾啲小朋友咧有個機會去自己去處理下自己嘅問題。咁但係咧個重要，如果去到一個點嗰陣時，我哋需要去介入咧，咁當然一定要去介入啦。但我哋需要有一個平衡喺度。即係俾啲機會子女或者小朋友，佢哋自己協商下，佢哋自己交涉下，等佢哋自己理論下，同埋等佢哋辯論下去解決問題，就唔好樣樣嘢嗰個成年人都介入咗去幫佢解決晒，就佢冇晒自己可以解決問題嘅能力啦，咁樣。
係啊，因為小朋友我哋年輕人咧，一定要去建立呢一方面咁嘅能力，佢可以頭先我講到，即係現實同埋玩裏邊點樣慢慢分開啦，或者去到大啲去對自我嘅形象慢慢嘅建立。有時我哋做家長咧，好多時咧就會好想去俾一樣最好嘅。年輕人嚟中一啲 study 咧會話，我哋好似好虛偽啊！即係家長，你即係唔係啊？究竟你係咪咁㗎？你叫我要尊重人，但係你翻到屋企食飯你就鬧到你老闆。好犀利，究竟嗰個情況係點樣？我哋會唔會可以幫到年輕人可以去明白到啊？其實有時我哋都會有嗰個難度喺度嘅喎，點樣處理人與人嘅關係，以至到小朋友去學習到哦，原來可以咁樣去傾嘅。哦，原來問題呢唔單止係我哋自己一個裏邊可以去傾，或者可以同父母或者身邊去認識嘅 community 裏邊嘅人，一啲嘅成年人呢，可以去睇下。因為個重點呢係要加真佢嗰個處理問題嗰個方式，以至到咧未來裏邊一定會更加多嘅問題嘅解決問題嘅能力咧，真係好需要鍛鍊。喺戲裏邊嗰位嘅少年人啦，13歲，佢解決個問題嘅能力，佢就係用咗一個暴力方法咯。即係其實除咗暴力之外，仲有冇其他方法係可以解決問題嘅咧？咁你睇完呢套戲嘅感受會係啲乜嘢咧？嗱，因為你有提到你係爸爸啦，裏邊咧都有一句對白嘅，個爸爸就係話佢自己個爸爸咧就係打佢，所以佢成日以為咧佢唔打啲仔女咧就係好爸爸，結果佢個仔一樣係出事咁，即係佢都好無奈，而佢亦都係好想做一個好爸爸喎。佢唔係我哋，譬如有陣時睇到啲新聞啊，又可能酗酒啊，又或者染上賭癮啊，佢唔係㗎，個屋企係好正常嘅咁，但係結果都出事咁。你睇完呢套戲裏邊，即係你嘅感受會係點啊？我會覺得嗰個無助感其實強嘅，因為你尤其是睇到最收尾嗰陣，唔好劇透咁多，即係有個機會見到佢同個囡囡嗰個嘅關係點樣去建立啊，你會開始去諗啊，究竟點解會咁樣？好多時咧，我諗呢出戲，我諗佢想帶出一啲嘅問題俾我哋去思考。好多時我哋尤其是有即係對小朋友有心理健康嘅父母，其實係好大壓力嘅。我哋點樣去處理？有時我哋成日會問，我哋係咪做錯咗一啲嘢？我哋應該咧去睇下，會唔會有啲嘅方式可以去做得到嘅？我自己可以去處理到自己嘅情緒先，唔係咧。有時我哋話機不離手啊，大家都會碌機。咁但係其實會唔會有啲嘅共同嘅話題或者新嘅方式，我哋可以去建立嘅咧？好多時咧，小朋友咧，你會話我應該要去做 A、B、C、D、E 啦，或者細個啲嗰陣時，你大個啲嗰陣時，會唔會可以有幾個選擇，大家去諗得到嘅，跟住一齊去揀，一齊去學。會唔會有啲機會一齊去互相嘅認識多啲呢？都需要咧做家長嘅擺一啲嘅時間去落去。縱然咧知道係辛苦㗎，因為咧今日湊小朋友咧亦都唔係容易㗎。今日多謝晒你啊！好啊，多謝你。